哇，台北我来一个校长，哦，台北一个高中的校长，哦，也是我的教练，哦，也是我的教练，哦，这个许修的校长，他今天替我们带来了非常完整的，哦，让你各位大家看哦，这温头肉肉的，非常完整的北派罗汉拳，哦，北派罗汉拳，哦，这么快哦，差点来这边就。7500都来看一下湖啊哈，哎，来个家来湖哈，这里许修的校长哦，这个罗汉拳是有一条刘大师的广告，来我们欢迎许校长啊，这个罗汉好，来，这个做这个这个哈，中午宵夜的不是的哈，换用建设委员会，我哋注意哈，爱咱。做一个感谢政策，所以讲所有国家表演武术的人员吼，咱一个认真上一个上作家，由我的建设主委吼，甲咱祝福在武术方面的歌手哦表示意义，甲你送一个感谢一个吼，谢谢啊，谢谢吼。因为时间关系，我耽误各位伤济时间所以啊，这里感谢咱会然后再来现场哦。来，我们来欢迎我们的许校长的北派罗汉拳啊，可以啊，来好好看一下。开始。哦，谢谢各位。